秦国四大，得罪秦国，则恐引火烧身。太王，先王早已合纵抗晋，早为国处预压这些，早不可不救啊！太王，早不可救！太王，早不可不救啊！太王，早不可救！心烦恼。大王，新立公子武艺高超，府中门客三千，皆是奇人异士。与公子率3军拒曹，岂能马到功成？统帅3军去救曹，恰原是心灵的威名比国高，此番啥事命他去，国王的江山不能保。4年之前，长平之中，秦坑曹相之部45万人，而今哪个关于齐抗？曹国死去。秦王子虽速有意哄我好，不成，不成。大王，小马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请子苏醒。此书既是大王自此不发，于是新立公子去不到元州这也。今秦国思强，与其为相无不悦。这大王欲为曹子们，要做个背逆忘恩之人。女流之辈，何止过失？大王，你可知否极事成，必将之所。故是怜惜你，真爱你，乃有你吕王爷之才。我的小马儿，新令公子求见。传新令公子进帖。曹国高举行四里行街，血泪里，秦
千金重担在我身，面肯胸怀发大兵，臣不及见驾，兄王千岁。平身。兄王，徐吉平远居府上有世俗之节，请兄王观看。玉帝，我们有意去救曹，终乃是秦腔不成，兵兵难教。曹魏素来称我好，两国疆土全压交。臣望此恩是孤许，怕的是邯郸人也为难报。那秦国前年征讨3万众，兵马粮草尽消耗。此计之人是一刀，计数去元朝，你看，这是秦之术，心中也。曹王不讨生民心，因此讨伐同道兵。8万勇士转必胜，曹国父王洪世兴，策与巨曹关长城，一兵分财不用情。要请三军到边境，不用秦邦来不问，哪个胆管马曹去，秦击攻曹我抗秦。玉帝，倾国天下才观阵，怕只怕他两担心化灰尘。曹魏两国把兵力，哪怕秦邦四滔天，曾比我举刀抗秦早有心，怎奈兄王把令存。曹操吧，请未必恭维。玉帝，你无以私度之事掩护。臣弟不过，此乃国家大事，心所畏畏，不管不语。曹王爷，此这一公者无非皇位，且素也援救孩儿进宫，其功无法尽出，援军生不不应会一围解决。曹王爷，我大了，别遭他护我。那以玉帝自见你。10万大军早已整装待命，3000门客愿随地动营。此举远兆，定能马到功成，这得兄王即刻领下。玉帝乃为国官臣，死害名扬。
能亲历他了。金兵将军老成自从，故意以他为将，遣兵援曹。兄王，金兵老将年迈力衰，恐难当此人。金兵乃先王老臣，听能担此从臣。就遭抗进事关重大，请兄王三思。故意一决，休得多言。玉帝，快将夫妇教委。兄王要谁为护义？道教无情，你从中。莫非他怕我功名为民争？莫非他怕我继母兄弟心不动？兄王才肯把举兵，今为何后走人？兄王，臣弟愿随他军同营。不必求子，不知兄王何时发兵？为父敬，此为国，为逆子，有我子。就曾4句话，本王便令老将军立即启程。
请君父审问。后因先生，先生实乃稀客，卑职有事来朝太妃。先生乃公子之事，太妃师长提及先生，使先生常来宫中饮醉。后因乃一门效力，不过先生歉意。放下后妹妹要出宫几日？是明日乃放弃继承，卑职有些女儿同去祭丧。听闻师母问题离先母问题不远，我欲同先生共赏可好？你该谁是主意？想我先母故事，不久已逾3年了。多亏新灵公子请唐居先生私转法术，为我报了杀父之罪。公子谁用死举此，别官老土地，以报公子之德。公子出身，岂去为报？为何钟鼓记名？太卑职前去看来，告辞。平原郡夫人回来了，平原郡夫人回来兄啊，你主意可定了？莫非园里的梅花今年开枝成叶？可非稍有抬头？为剧院而来，我有何担以为？当算空以言矣。以我之态，不算剧业，都有3两月可收。哼，3两月，写上报应40次。今日里问，请有朕虚度兵马，余地请不知。兄我，今日马早与朕兵，发命不宜再推延，就朕自己是举夫，何况曹魏四门营。情节之路混蛋城，兄王啊，举草几句踏良城啊！你又来了。
哦，玉梅来了。此次当扮得体多了，方来是那一身兵法，实是亡国之幸。司机，快来接国王证据。玉梅，今日此酒，他为你单程而生，你可惜呀！多谢兄王，我这里向兄长兄嫂弟弟从前也礼遇见。邯郸事情情况如何？玉帝，兄王啊，邯郸被围一年里，千兵万众一条心，新兵虽遇数十万，南东都城关好分，至少粮草何惧兵？一次儿生，好伤心。听闻为国发举兵，好似举海亡国定，但不知因何发兵举腾兵，因此我请到他俩来举坑。玉梅，只因玉梅早为困，国民今必去就义。玉梅既特先进，何必独自在精兵？小妹是浴血的为患难人，心里迢迢不举兵，一身性命何做人？抗情去找从万人。我在恳兄王发举兵，死生救亡，放他请以小玉落宫，发朝私财必得，而今财官为妻。兄王因言虽作情，心目一命要正义，曹魏本是一家臣，求难不举心何成？
想向他做攻击，定能马到功成。他两生侧颜兔女同生条，听传其中有蹊跷。此计莫不是御天为你把城堡，你儿臣曾与宋相同谋归。是我，是我之言，差异君子之言的，兄王不可言胜就王上。是我。愚昧，曹操王故杨力重劳，兄王发兵之时，休得再提。兄王是此心藏恨，眼宽担保不成，以后你我为过去，不是一世了残生。玉帝，玉帝，哼！兄王，你既不听忠言相劝，请用我大领门卡3000层，武松玉帝会还难。你竟是口出花言，就凭你那3000门客，岂不知坏蛋有几十万秦军？3000门卡，谁不能借邯郸之围，一道冲闯秦军？此人皆知我他为皆是慷慨成真之人。你尽管莽草将其，兄王，此刻你机缘所致，天空所趋，故就不以祖宗之才技去弄邪。兄王且慢。在地明日结去，母亲之死，还望兄王多加照料。故今日忒满过你母妃，我的小马儿嘚儿嘚儿叫。
为公子前言。有酒一赠，用意奉敬，敬其公子征途安宁。有酒二赠，用意奉敬，敬其公子马到功成，愿意走走。有酒三赠，用意奉敬，敬其公子开轩东门。先生，请明言教我。公子总算不计生死，这3000壮士乃邦家精英，投身虎口，背着岂能不同于众王？他们个个都愿舍身取义。哦，他们都不怕死吗？这是死又冲杀山去，又轻于鸿毛。先生，请明言教我。死必3思而后已。3思而后已。死后不早，请公子得逞。先生，请明言教我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愿公色彩间
臣到此一举。今夜则替公子为转阳关。为尊一门。为何他须随八官人言巧？他领别奏三四音，其中必定有奥妙。玉婷，不在营中到此作甚？玉婷，我来找与先生商量居造之策，为今已是此次。先生，听元君夫人背着有事要与公子相商，烦劳夫人私下旨意。先生早知公子必返，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先生实乃无忌自己也。请问大量百姓是此欺于我，无忌死心，是悔无间。先生啊，秦国兵马数10万，我3000人议论投入真相交，因此下令西晓深夜敲章来请教。刘康将军是反张心高急，得去那10万雄师当领条。先生怎开起玩笑来了？兵权也在今必须，怎能特去把兵条？请问公子，怎样才能调动10万大军？此地取得凶王虎符，虎符
贤才何此？雄王亲手掌过，公子何不将他取枪出来？雄王怎肯交付？公子，安去！先生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公子，有了夫妇能成事，无有夫妇怎救曹？三千壮士虽远近，难得秦国10万兵。公子不愿你是以乱结成，故深夜为官，谋求良策。常当使者不拘小节，切不举国，有何不可？夫妇现在身上请公子呢？夫妇虽深藏秦国，所以有人能成此事。我一名女儿为官禀报，请君夫人到此与公子一去。哎呀，先生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尚需三思啊！公子，少退，少退！先生，先生。风
相思。怎样能帮公子你，死期绝不离席。此番结局，这算3100事，只恐议论对人。若趁此日治病，能得有秦兵十番，他君之护肤算。现在身藏秦宫之内，有雄王亲手掌管，欲得护肤之病，安去王上。欲见君夫人一面。讨妾夫是非相，风雨四季乱世长。菩萨是云江护肤堂，难以谦虚，所以曾记得老母陪身来安慰，公子为我把罪报，事情他千金重代代在身，我怎能虚岁忘关不要老？更何况为国为民是中堂，我平时也该去报复他。四季女明日清晨，才有先我问来相见。走，来到一门桥，轻墨的生儿见面了。月儿高又高，月儿久又久，离别一门桥，轻墨的生儿离别了。
启北大王子英子，被这正见君夫人与太王正向一门而来，户部口人当谁？不知，请公子说英子。我与兄王肩上一命，亦可，终不可涉及夫妇之位，这是公子之状说。小吏一门皆在后营，恭迎太王君夫人。后营，你不与父亲同营？小吏与奏务在身，不管其子。古闻其堂居老头也才王爷，上事欲问。率小吏闻听，父亲公子尚在附近一门城，岂必赢？为之好奇，也不过是此嘛。是，皆是要成孤臣之徒，妇能之辈。后营，你与那堂居老头可说？说的，我与他乃是故交。故问他，欲敢问十拍之上？是的，故有意从用于他。你看，他未从父亲走吗？太王啥是能从用于他？我看他不为走。故山能滋生心意，那便好了。实际实之心，也是故用念者。那大王何不唤他前来，在我先不问他，将心事与你看？好，何应速把堂居唤来。小吏即刻就去。兄王，君夫人。玉帝，兄王，我闻王嫂前来扫墓，故而得来回。玉帝是从长请君回来了。昨日曾我一同
去问曹，好似去呀为虎狼。你的门客不都是绑架金银吗？早闻伍子胥过赵官，夜夜发罢，我却不信，自己常自己可以。兄王，看此法也犯不义。你意有何为？我是有些奏子，请兄王指点一二。才要我说，我劝你安分一点。不知是何，乃为安是何？见你那一篓子石刻，你散了。结群玉手护夜明，手长桃盾满监宫。连你连枝花菜菜为自争，偷偷摸摸旁门左那鬼鬼祟祟，胡子品味完成金融。他这能记花海口。此辈在做于何用？多谢兄王之语，事今之后，我必死心，万事皆从兄王心意。这是臣弟有一丝困惑，还望兄王指点一二。兄王。早起里，查自己以为先，无爱无从，无敬无字无相念。查自己过为家，无隐瞒无诡计。不是死不破病，不以百姓做迷茫，修筑一定是为子。我今是军人臣，此乃早清平天下，治国齐家。他道光明。治国齐家。他道光明，以上为本，本
里这个故，我会采用此法。那赵景初无私意这飞毛。我看到那时上少一个最佳之计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闻着心呐！哼，孤零零说将其流氓披棍上了，少不从故就遣兵领青斗接去。是我。太王唐举刀。唐举在听闻你与鬼文十合之上，是孤零零与自己也是喏。上我。问他昨夜出阁去过哪里？昨夜出阁去过哪里？出更先去新太妃，谁知太妃后来呢？后来呢？也曾赏月清凉台，二更时分为公。问他可惜哎，无忌。兄我，你此次对待王嫂，猜疑心灵，令人难解过啊！问他你可惜爱心灵公子。心灵公子，我心爱。你爱他什么？你爱他什么？为国为民大英才，为子归臣国身邦，天下的人民谁不爱？哼，
再娶她为妻，她可惜呀！是公子之为人，为他妻，你可惜？他真为妖，公子心怀天下，他是不愿与家舍的人。再问他，夫妻相他去过什么？兄王，我去王嫂去兄王发兵援曹。问他，兄王要问举文人的，不可苦苦为难王嫂。讲心灵公子向你去过什么？昨日他曾相聚，求的什么？去的什么？他要我肯去大王发兵去曹魏，大王设下引儿计，一心要将公子黑。今日里台我传女子，临近的中途埋伏交安排，杀进他门下3000个，要他们心虚。心虚衰成快随了法上，将他唤醒，将他唤醒！君夫人醒来，君夫人醒来，你老匹夫，太我来呀！将他与我拿下了。为公。玉帝，公子，公子，昨日君夫人随我一问，要我转交于你。你可知江贼王君命有所不受啊？可知后夜老上不能从公子去了，这对公子因此紧逼君意，老内思君，以为公子所以。
先生，为何要死你？我劝过他，可他死必死，一心为国。胡算的是此厉害，不知太妃和妹妹们怎样了？他们不会死的。昏王不是要斩尽杀绝吗？是要斩尽杀绝，可有斩子之情，杀子去吗？我知意，多谢。谢道先生，王汉胆子时，容我再想想。与曲子里，不知与不忘之理也。死遭牢狱，今夜我将离他两夜。我这一身老骨，怕是要埋葬他乡喽。我才来想你，此意。意外人月早知明，非生是梦，几多伤。眉间笑容。
儿我不娶，女儿要为儿先生，女儿要报太的恩，儿家勇冠的红娘，断的娘共举子。文王，你送我、撵我、以我为马，为万万。而今你再也恕不知我了。你当为民，爱永子，爱永子，爱永子。闻凶星雷轰。恨凶王不仁不义，心残存。
少
位大量，上位大量，铁当前，须用红尘。国事为从丝绸玉帝，玉帝，军中军金之分，3000门可要3位大梁，与玉帝血恨。公子金币一佩，当是在后也。怎么，将老将军当死了？是，夫妇在此，请公子快下令吧。玉帝，他的当今岂能再为他俩？死臣不复还，生者必抗秦。公子接公转令，将得听请。公子接过传令，将配听进。军中将士听令，父子聚在军中，富贵；兄弟聚在军中，兄贵。若此无兄弟者，